陈安博，你该不是拿土来骗我吧？咱们哪来这么多军粮？将军可还记得，你与世子在郊外埋藏的财宝？果然是你偷的！不是偷，是保管。赵大人，你的难处，将军都同我说了。眼下，这便是我们全部的军粮。只要你愿意归顺，这些军粮即可送入中州，并且不再追究你们的罪责。 赵大人，这就是你口中的精兵强将，倒是让本将军开了眼界。赵某本是文官，若真有什么精兵强将，我也不至于去偷粮啊。本将军见笑，见笑。哎，兔崽子们，赶紧开门！你大哥我回来了。大哥，你怎么投靠朝廷的狗官了？别乱说！班将军给咱们送粮食来了，快点开门！粮食，快开城门！开城门！ 将军，这回这么多红薯，能顶一阵子了。这是哪来的红薯？阿克奇送的。阿克奇啊，有了2位大人了。将军何时找到了阿克奇？怎都不同军师说一声？军师在外调粮，还没来得及说呢。若日后将军再有需要联系破国， 请交由在下处理。脸脏了。啊！将军，我把红薯烤好了。粮食有限，我和军师共吃1个。公子，君主。公子。 你果然没有猜错，蒋洛真的来抓人。不过王曲和石大人的金蝉脱壳之计，已经把大家都救出来了，不用担心。来，在下已将班家人已暂时安顿在城郊一处密林小屋，四周布下警戒，安全无虞，还请勿忧。朝廷局势诡谲难料，还请多加小心。爹娘。 还有弟弟没事就好。此刻我也只希望蒋洛能够早点醒悟，体恤天下，真正解决饥荒。